我在動物園係大家普遍認知 YouTube 第一條嘅片，由 YouTube 嘅創造者 Jawed Karim 用大笨象嘅鼻做一個性暗示，好大好長，可能亦都對應到 YouTube 呢個網站原本喺網絡世界嘅最初定位。2005年開辦嘅 YouTube 最初係一個情侶交友網站。上載自我介紹嘅片，同埋自己係想揾一個點樣嘅伴侶，但係經過5日後，一條片都冇，創辦人只好放棄原先嘅嗰個概念。所以你睇到點解 YouTube 最初嘅時候咁似一個 social media app 同今日 Google 買咗之後係截然不同。而今日就係要講嗰個不同。Google 出現咗之後 YouTube 最大嘅分別係大行其道 push 廣告呢一樣嘢。可能睇緊片嘅你一定會寧願 YouTube 係冇廣告噶啦，冇廣告其實 YouTube 係不能夠生存。要我去批評廣告呢一樣嘢係實在太諷刺同埋太唔識感恩，就好似話自己阿爸阿媽點解成日叫你返屋企食飯一樣。係佢嘅出現係好煩，但係都係俾咗飯你食。我記得想當年我仲喺一間家私鋪度半工讀，我當時喺 YouTube 上講鬼故，我收到1蚊美金，我就即刻辭職，因為我相信呢個係我人生嘅一個機會。當時同我成日鬧我嗰個老闆講，我話我去做生意，就係憑嗰1蚊咁講，改變咗我人生。所以 YouTube 廣告喺理智上，我係應該多謝佢，我係應該中意佢。但感性上，我同大家都一樣，我係好撚憎佢。當你一條片睇到最緊張嘅時候，一啲完全唔關事嘅畫面喺你眼前，右下角5、4、3、2、1。略過廣告，但係你知道你已經俾呢個廣告商擾亂咗你當時嘅情緒，影片入邊嘅故事內容。而 YouTube 片前嘅嗰個廣告根本上係違反咗 YouTube 初心。由於我頭先講 YouTube 最初係揀男仔揀女仔去交友咁樣，到之後 YouTube 係揀內容揀片，可以自由地選擇，呢2個字係當初 YouTube 可以突圍而出嘅關鍵。而原本我話 YouTube 猶如俾飯我食嘅父母，但呢一個嘅違反我亦一定要指出。所以 YouTube 做咗一個非常之正確嘅決定，回復到當初心態嘅一個功能，叫做 YouTube Premium， 亦終於到我哋今日影片嘅主題。YouTube Premium 好啊，大家都知道好，咁但係點解咁好先？2014年11月14號，原本名為 Music Key 嘅 YouTube Premium 當時係唔係受到好評，原本係主要俾音樂狂 loop 嘅一個 service， 因為有幾首 Frozen 嘅歌曲冇擺到入去入面，受到批評。YouTube 就索性分開咗幾樣嘢啦， YouTube Music 變咗一樣嘢， YouTube Red 創造咗，而 YouTube Premium 喺2018年6月18號正式成立。咁冇廣告就梗噶啦，咁但係其實我最中意係一個叫 Background Play 嘅一個 function， 我哋之後先講。首先你想象下無廣告嘅 YouTube 嗰種嘅流暢，一氣呵成，一條連貫嘅感覺係有幾咁嘆。用金句 If something is free, you are the product 去解釋點解之前有廣告嘅時候經常地好似被打亂嘅感覺，因為有人俾緊錢係可以接觸你，哀求緊你注意佢。所以你會發現你睇 YouTube 片好似係你係要好集中精神睇佢，你去 serve 佢。但 Premium 做法就係令到好似 YouTube 片係嚟 serve 你。但我係冇收過錢，我完全唔係拍緊一個廣告，我真係一個用家，我係真係想講呢樣嘢點樣去改變我嘅人生，或者正確啲講係呢樣嘢點樣去融入我嘅生活入面，作為我背景嘅一啲聲音，動態嘅一種節奏。Background Play 係你會退出咗 YouTube 呢個 app 之後，嗰條影片仍然會繼續播放喺後面作為一啲聲音，你亦都可以用唔同嘅 app 啦，或者喺電話上面做唔同嘅嘢，上唔同嘅網站。其實根本上同你用電腦用 YouTube 跟住喺第二個 tab 度開第二樣嘢係冇分別，所以對我嚟講好熟悉。點解從來都唔係咁？而你唔好睇少嘅呢一點，佢唔需要你聚精會神淨係睇 YouTube， 佢係俾咗好多個選擇你嘅。
當然你從來都可以播住 YouTube， 然後做電話以外嘅生活其他樣嘢啊，跑步啊、揸車啊。但佢俾咗喺電話世界入面，亦都給你一個選擇嘅功能。呢個好重要，因為電話亦都係世界，電話有可能係某些人嘅全世界添。你想唔想 check Instagram 啊？你想唔想睇下自己銀行戶口仲有幾多錢啊？係咪想做下功課啊？全部都可以有 YouTube Premium 喺背後支撐住你。所以係啊，真係發自內心，今日呢條片係淨係想宣揚呢一樣嘢。